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亞太股市全線下挫，日本股市急挫半成，至到3年嘅新低。南韓股市都係暴跌超過6%㗎。咁至於台灣股市都跌近半成。詳情嘅由譚海雲報導。外圍股市急跌，即使人民銀行星期一突然減息，亦都無助內地股市表現。上證綜合指數跌穿2000點嘅心理關口，再創22個月嘅低位。上海股市方面 ，A 股收市跌97點 ，B 股跌10點，上證綜合指數跌93點，而滬深300指數係跌77點嘅。深圳方面 ，A 股跌7點 ，B 股跌17點，深圳綜合指數係跌8點，而深證成分指數係跌61點嘅。內地銀行股係跌市嘅重災區，多隻中小型銀行股嘅跌1成到跌停板嘅。而多隻銀行股包括招行、工行、交行同埋中信銀行 A 股都跌超過9%。資源股繼續有沽壓，中煤能源 A 股跌近8%。內地股民認為減息無助佢哋對股市嘅信心。有分析員就認為，受到息差收窄影響，內地銀行股嘅股價預期會繼續調整，上證指數會持續受壓。市場關注陷入財政危機嘅美國國際集團 AIG 會唔會步雷曼兄弟嘅後塵，踏入破產之路。美國國際集團 AIG 發表聲明，強調財政狀況仍然穩健，將會繼續履行以承銷保單合約嘅責任。聲明指，集團短期資金雖然出現壓力，但係財務狀況仍然穩健。集團將會繼續遵守對客戶嘅承諾，為客戶提供業務上嘅需要。AIG 又強調，集團業務如常。集團將會繼續履行以承銷保單合約嘅責任。不過，多家嘅評級機構就關注到 AIG 嘅財政狀況，並且調低集團嘅信貸評級。詳情由陳佩斯報導。環球股市大幅波動，部分二手樓嘅業主減價賣樓，發展商就暫時放慢推盤嘅速度。有學者認為，今次嘅信貸危機引致股市波動，喺財富效應之下，最終亦都會衝擊到本地樓市。預料樓市嘅調整週期要延續到明年，今年年底之前，樓價就要再跌半成。蕭日廷報導。英資銀行巴克萊證實同雷曼兄弟洽商收購。巴克萊發表聲明，證實就可能收購雷曼兄弟嘅資產進行磋商，但就冇透露到涉及邊啲資產，亦都未確定收購會唔會成功。消息指出，巴克萊洽購嘅資產主要係嚟自美國，包括股票、定息收入、外匯同埋併購顧問業務。但係資產同埋財富管理部門就唔包括在內，涉及8000至到1萬個員工。如果交易落實，就可以挽回客戶同埋員工對公司嘅信心。早前有報道指出，交易最快會喺美國時間星期2會有公佈。原本巴克萊係商討全面收購雷曼兄弟，不過因為美國政府唔願意提供保證，而最後告吹，令到雷曼要走向破產之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話：美國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之後，對本港帶嚟負面影響。佢提醒投資者要留意未來幾日場外交易拆倉活動對金融市場嘅影響。楊國之報導。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同埋保監會會回應美國嘅金融風暴㗎。我哋睇下現場嘅情況啦。現場就係政府總部㗎。咁現時好多記者財政司司長出嚟啦。司長會講嘅，甚至會講啲中文同英文，咁然後咧就商人咧就會答幾個問題，商人係監督，會因應市場對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呢件事咧，同埋美國 AIG 出現資金周轉呢個問題咧，可能對本地嘅金融市場同埋投資者產生嘅影響咧，今日政府咧就已經啟動咗我哋嗰個協調機制。呢個機制咧係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負責嘅，佢哋咧就會同市場所有嘅主要監管機構緊密咁聯繫，密切咁注視事態嘅發展，同埋咧亦都會要求所有嘅監管機構咧係隨時通報市場上面嗰啲狀況同埋有關嘅事項。當局咧亦都要求監管機構咧係確保金融市場咧繼續係有秩序咁樣嚟交易嘅。
今日下晝咧，我亦都同各個監管機構嘅主管咧係